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。那么今年呢是粤剧宗师、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先生诞辰100周年。王文娟先生以独特而深情的艺术风格，影响了无数的粤剧观众，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粤剧传承人。是的，中国明代著名的剧作家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里曾经说过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”今晚这段《沉香扇》，今日夫妻书房会，正是学生对王文娟先生诞辰100年的特别纪念，深情致敬。这样的舞台呈现，不只是一场演出，更是一种传承，一种追思，一种由心而发的艺术告白。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海派粤剧王派传承人邬素斐。同时也让我们有请主胡王九妹，还让我们有请指挥张昭老师，有请。我还先给他们指挥和那个独唱啊，然后他唱2句之后，我就可以。